大家好，我係阿強啊，歡迎收睇 Apple TV 啊。咁依家我就身處於德海街啦，前面就係德華公園啊。德華公園全名就叫做賽馬會德華公園啊，真係呢度就係位於荃灣嘅市中心啊。見到啦，公園呢裡面嘅建築都係古色古香嘅，都係非常之有歷史價值。裡面嘅建築呢都係中式嘅園林設計風格嚟嘅。周圍咧都種滿晒綠色嘅植物啊，咁啊行到入嚟啊，感覺咧呢度嘅空氣特別清新啊，因為周圍都種咗咁多綠色嘅植物，而且行到入嚟啊，整個環境都係好清幽雅致嘅，有小橋啦、流水啦，咁前面有個人工嘅瀑布啦，上高咧有一棵大嘅樹啊，咁又有樹蔭啦，對面就係啲亭台樓閣，咁咧有好多荃灣居民咧都中意過嚟散下步啊，咁樣見到咧啲花都係幾靚嘅。咁下面咧就會有啲魚啦，有啲龜啦，間唔中都有啲人喺度放生啲龜嘅喎，見唔見到啊？有啲龜咧都好大隻嘅，咁咧有啲居民咧都會喺度放生啊。咁咧有啲就爬咗上嚟啦，咁啊曬下太陽，吸收下新鮮空氣啦。咁咧有啲咧就喺水裡面游下水啊。咁見到佢哋感覺咧都係幾寫意嘅喎。睇下咁呢度嘅佈局咧，分別有茶花園啦、二張陳公祠啦，就係前面嗰度啊，仲有洗手間添啊。有時有洗手間都係幾方便下㗎。咁喺度坐下行下都唔使特登行到去商場咁遠去個廁所啊。就呢度就有個洗手間。你話係咪好方便呢？咁德華公園都係由康文署管轄啦。咁咧喺公園裏面都設有呢啲運動設施啦，俾啲老人家做下運動啊，咁樣有益身心啊。間唔中喐下手手腳腳啊，踩下單車啊。前面咧仲有啲春石嘅地面啊。咁聽聞踩下春石會刺激腳底部位嘅穴位啦，咁樣對健康都有一定嘅好處嘅。咁前面啊設有涼亭啦，叫做靜觀喎，寫住。咁咧今日星期日啦，都有啲姐姐喺涼亭裏邊休息啊、聯誼傾下偈啦。咁啊唔打擾佢哋啦。作為荃灣嘅居民啊，我都中意過嚟德華公園呢度散下步，睇下風景，睇下呢度啲花草樹木，感受下呢度嘅環境嘅。我就覺得咧，簡直係荃灣居民嘅後花園啊！唔知大家覺得係唔係呢？呢度啊，公園周圍都設計成小橋流水啦，感覺都係非常之清幽雅致嘅。前邊呢棟建築物呢，係咪古色古香呢？呢度呢，就係舊海壩村嘅民宅嚟嘅，都係好有歷史價值。前面嘅青磚石屋啦，無論佢哋嘅門口啦，都係好古舊、好有歷史嘅。咁睇翻資料呢，原來呢度呢已經有100幾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呢，睇下。咁啊，影下相打卡都唔錯啊！過嚟咁前面呢個位置呢，就係二張陳公祠啊。咁二張陳公祠呢，亦都係有100幾年嘅歷史啦。喺1986年啊，已經被列為呢個係法定古蹟嚟㗎啦。咁呢就會長期保留啊，就保護呢個歷史啊。德華公園整個面積都係相當之大嘅，周圍呢都種滿晒呢啲好高嘅大樹啊。跟住又整咗呢啲好大嘅池塘啦，呢度有錦鯉啊、龜啊最多嘅，咁啊龜最中意喺度伏喺度曬太陽啦，咁咧周圍都有呢啲池塘啊，咁咧入到嚟咧都行下公園吸收下新鮮空氣都幾舒服。前邊呢個位置上邊就寫住童曦啊，就行入去就係一個兒童嘅遊樂場嚟嘅。咁入到嚟，我哋可以喺大樹底下坐下啦，可能買啲嘢食下啦。呢邊呢就有啲兒童嘅遊樂設施啦。咁呢，有時都會有啲小朋友喺度玩下，家長帶過嚟行下公園啊，玩下啲遊樂設施啊，都唔錯㗎。睇下周圍嘅環境，簡直係荃灣市中心、荃灣居民嘅一片綠洲啊！好，荃灣市中心德華公園呢，今次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咁呢，如果中意我阿強呢條片嘅，想我繼續介紹多啲香港嘅地道美食啊、行街啊、shopping 啊咩着數嘢呢，咁希望大家呢都支持我阿強啊！
訂閱、分享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